较我的，你会使较我的，你会使较我的。想我啦，想我啦！请问台语内底有一种花叫做煮饭花，伊是倒一种花咧？哦，因讲 A 啦，我听过啦。饭桶讲 A 啊，饭桶的讲 A 啊，为什么饭桶讲 A？饭桶的讲 A 啊。哦，哎呀，上高食饭的人讲 A 啦，咱就听伊的啦吼。啊，为什么你要选 A？再讲来听看卖，比方者。敢有啥理由？但是 B 甲 C 我是阮大人较无咧讲啊，我煮饭会捌听过，那先是 A 的款安尼对。我是用删去法的。我捌听过对。加这个玫瑰甲迄个百合删掉。台湾应该无玫瑰咧。哦，安那好啦，来一个 A。哎呦，真正有影牛高食饭嘛是有影讲啦。咱常常这华语的花名，甲台语的花名会差足济吼。咱台语号这个名，主要是因为伊开花的这个时段，差不多是尾暗啊到暗时啊，煮饭的时间，就差煮饭的时间。啊，嘛有人讲，毋是干那煮饭尔，可能搁洗叶的时间，啊，所以嘛有人讲洗叶花啦。啊嘛，搁有其他的名，什么胭脂花、水粉花、地雷花，足济名咧。